邓丽君的话，你会喜欢她哪一首歌？千言万语。哦，千言万语什么 key 知不知道？不知道为了什么。啊，这个是这个 key 上，是对不对？这个是个 key。忧愁它为对对，是这个 key 吗？还是要再高一点？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啊，这是邓丽君的，没有，是模仿邓丽君的。你要考我是不是？小哥，那我你要害我。这样子好了，我来模仿蔡秋凤唱《千言万语》。不是讲我哈，爱给他染就要啉水，安尼，小夸有一点那个调调啊，但是声音质对你讲的，音质要硬模仿，有时候还真的不太容易。刚刚是临时的。假如蔡秋凤唱《千言万语》又不一样了。不知道为了什么。邀请到了这位特别来宾，是位闽南语歌后，她独特的嗓音给我们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。将近有1年的时间没见到她和观众朋友见面，今天把她请到节目中来，欢迎蔡秋凤小姐。哎，顾无看金米蛙呢？1年了。是，怎么稍微兜一起呢？哈，那没影响啊。在筹备我这一张新专辑，还有另外就是说，我在想学一点东西。你看这个人呢，除了喜欢唱歌之外，还算这个生活中很多东西你都蛮感兴趣的啊。哎，但是我们倒对你蛮感兴趣的。哎，您是创下的很奇怪的一种唱歌的方式。奇怪。哎呀，你的唱歌的拼音啊，打破了一种记录。想不到鼻窦炎很严重，马是会红起来呢哈。啊，不懂，是不是鼻窦炎？没有这个问题哦。其实，在很多节目，中山台是，大家都好奇就说，哎，蔡秋凤是不是鼻子有长什么东西呀？鼻窦炎还是怎么样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到现在我唱了这么多年，我不知道我声音是从哪里来的，完全自然。对，这边调钢杯啊，对，主连的这个声。对。这个方面在宣传方面哈，也占了不少便宜哈。对啊，我也是想借这个机会感谢小哥。哎呀，哪里？你三不五时，你搞模仿姐这个人，我原来看周姐姐耶。看来你自己一定也会模仿别人吧？我看你也是小聪明啊，这哎呀，这鬼灵精的，什么都会的。其实你模仿过谁？邓丽君。啊，邓丽君啊！哇，你这样一讲，还有凤飞飞，你说的这几位都是大家很熟悉的，给他一点要瞧起来了。刚刚没有这样子说。没有关系，我们这个说到哪就演到哪。各位想不想看啊？嘎几瓜聊那种。邓丽君的话，你会喜欢她哪一首歌？千言万语。哦，千言万语什么 key 知不知道？不知道为了什么。啊，这个是这个 key 上，是对不对？这个是个 key。忧愁它围对，是这个 key 吗？还是要再高一点？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这是邓丽君的。没有，是模仿邓丽君的。你要考我是不是？小哥，那我你要害我。这样子好了，我来模仿蔡秋凤唱《千言万语》。不是讲我哈，爱给他染就要啉水，安尼，小夸有一点那个调调啊，但是声音质对你讲的，音质要硬模仿，有时候还真的不太容易。刚刚是临时的。假如蔡秋凤唱《千言万语》又不一样了。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洗澡。干脆你来做蔡秋凤好了。你看，这个是我是即兴，我的这声音也是很奇怪，算是很宽的啦。对了，你讲的这个也就有道理，自己的音色啊，
太强烈的时候，很难模仿别对，人。你要去模仿，真的没有办法。但是我们还是很有兴趣。你刚才也提到一个凤飞飞啊，那完蛋，绝对别再给我绕高给。真的要唱吗？选一个什么巧合，什么 key？ 巧合。其实我去看他录影哈，真的你也会唱，我相信这一首歌你也会唱。那你说说看，哪一首？真情比酒浓。哦，那天我和你是什么 key？ 我是老师给我一个 key。那天我和你手摇着相逢，就跟你有了情呀情。这个前奏我想想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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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模仿凤飞飞。那天我和你手摇着相逢，就跟你有了情呀情人梦，情人梦充满情呀情蜜蜜，真情比酒浓。有味道，有味道。我把我的心印在梦中，啊，你把你的心印在梦中，情人梦呀情人梦，啊，永远被歌颂。感谢你。哎呀，对，哎，这个音质不管像不像，你刚才抓到它味道了。情呀情人梦啊，他喜欢对，他唱老歌也是一样嘛，画眉鸟嘛。啊，我是一只画眉鸟啊，画眉鸟嗷嗷啊，关在那鸟笼啊，还没有长羽毛啊。歌词好像错了，哪有鸟不长毛的？对吧？啊，来，有的时候我们模仿别人，别人也模仿我们嘛。哎呀，那说到模仿，那李茂山真是的，把我模仿的简直是，哎呀，摸得太严重了。因为这也是小哥的特色。是，好，自摸歌王摸男。哦，我家己唱歌都会爽起来。大家没有吹圣效。这个刚刚说的蔡秋凤的歌啊，这么多人模仿，因为也没有人能代替你的鼻音啊。要听你好好唱一首你忠于原味的蔡秋凤唱法，带了2首最具代表的歌。第1章跟第7章的。有金包银嘛？有。别人的生命是空金的朋友。哎呦，这无人我得代替的。还有另外一条呢。丢，呀。究竟讲是天公牌，那着事事加在。哎呀，哦，给我燕窝了，哦哟。我要怎么唱？加在爱。哦，今日无啥通啊！等一下。我个吞落个咸咸的。我不知道，我肚子好痛。这人啊，我为啥笑？只笑到巴都要揪筋了。哦，是，这能打扰你哈。深呼吸2下。你有呼吸吗？我没感觉到。小哥，你今天是怎么了啦？现在当大人的时候都要顾到这个主用，所以那样，我那穿开都无人知影那样。最近瘦了1圈。瘦了1圈了。对啊，忙宣传。以前好像也没胖过。哎呦，但是现场观众还蛮敏感的哦，听啥拢听有呢。主要是要看你哈，那叫金是那唱歌呢啊，我唱不出来。谢谢这个蔡秋凤来到节目中，又了解您的近况，还有您的一些嗜好，还是有空常常来到节目中走动。您这个声音这么特殊，要多唱些好听的歌给大家听。一定的。哎，我们这里掌声谢谢蔡秋凤今天的光临。谢谢。